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今日係2026年4月3號星期五，歡迎收睇本週嘅波蘭中文電視。我係主播 Susan， 多謝大家嘅關注同支持，我哋會努力為大家提供更多、更即時準確嘅新聞資訊。以下就係本週嘅重點新聞。日院府就過去推平數百華人巫種正式道歉，而俄勒岡州健保向唔合資格者錯發1000萬補助。3. 波特蘭兩大電力公司電費再上調。4. Amazon 100億數據中心落戶 Oregon。5. 三縣乾旱嚴重，恐衝擊農業同埋經濟。6. 麻疹疫情升溫，創數十年最嚴重紀錄。下邊請收睇新聞嘅詳細內容。波特蘭將於4月4號星期六舉行清明節紀念活動，文林維縣政府將會喺現場正式發表道歉聲明，針對過去推平華人墓地嘅歷史作公開致歉，回應長期以嚟社區嘅關注同訴求。活動係由波特蘭都會局同埋浪花公墓基金會聯合主辦，時間係為當日上午嘅11點到下晝1點，地點係喺浪花公墓中央公共區域 South East 20街嘅 Morrison 街，免費開放俾民眾參加。現場將安排祭祖儀式、歷史講述同埋藝術展示，介紹清明文化同埋當地華人歷史。主辦方表示，現場將會提供簡餐同埋飲品，建議提前登記參加，以便預訂。你可以掃描視頻上方嘅二維碼報名參加。最新審計報告顯示，州政府喺推行俄勒岡州健保計劃過渡方案嘅時候出現重大疏忽，錯誤核發醫療補助俾唔合資格嘅人，金額高達約1500萬美元。報告顯示，至少有800萬美元已經確定為不當支出，另外有約700萬美元屬高度疑似錯發。問題主要出現喺資格審核系統喺測試期間錯誤刪除咗最低收入門檻，導致咗約3600人被錯誤咁納入計劃並領取補助。另外有部分高收入高出標準者未被及時取消資格，仍然持續咁享有福利。此外，審計亦發現人工核查過程中存在資料輸入錯誤，且未確實查核申請人是否已經有咗僱主提供嘅保險，進一步擴大錯誤情況。呢次事件正值俄勒岡州面臨聯邦資金壓力之際，如果未改善福利資格問題，恐會面臨最高5億美元嘅聯邦罰款風險。俄勒岡電費再次上漲，約有1500萬戶家庭將面臨更高開支。州公共事業委員會已經批准咗波特蘭通用電力即係 PGE 同埋太平洋電力調整住宅電價，並於4月1號正式生效。根據加價方案 ，PGA 平均電價上調5%，一般家庭每個月約增加約8美元，而太平洋電力則上調約4%，每月增加大約5蚊。呢個亦係兩家公司連續第6年調漲住宅電費。數據顯示，過去5年俄勒岡州住宅電費累計上漲已經達到50%。新聞將於廣告之後繼續。科技巨頭 Amazon 近日宣布將喺俄勒岡州東北部 Boardman 市附近興建大型嘅數據中心，總投資金額達到80到120億美元，將成為當地歷史以嚟規模最大嘅科技基礎建設之一。呢個項目規模龐大，預計會興建16到20棟建築，整體工程期約為6年。加上 Amazon 目前喺當地已經擁有咗約800英畝嘅數據中心，今次擴建將進一步鞏固俄勒岡州喺全美數據中心產業嘅領先地位。喺經濟效益方面，呢個項目將會帶動
建築、能源、科技產業嘅發展，並吸引更多企業進駐。而喺就業方面，預計完工之後可以直接提供約560個全職職位，另外會帶動近500個相關產業工作機會。喺建設期間，亦會釋放出大量嘅臨時職務空缺。分析指出，今次投資將提升當地嘅產業競爭力，為居民同埋移民提供更多就業，進一步強化俄勒岡州科技重鎮嘅地位。州長 Tina Kotek 日前宣布，因為乾旱持續影響 Baker、Deschutes、Umatilla 三縣正式進入緊急狀態，並警告當地可能會面對自然同埋經濟災害嘅雙重衝擊。州政府指出，呢3個縣自2025年春夏以嚟降雨量明顯偏少，乾燥情況延續至今。並預計今年夏季降雨量同埋河川水位仍然處於低嘅水平，短期內難以改善。行政命令指出，乾旱已經對農業、畜牧業、自然資源同埋觀光旅遊構成重大威脅，同時亦會將提高野火風險，對地方經濟帶來連鎖影響。因應危機嘅處理，州政府將啟動多項緊急措施，提早發布緊急狀態，協助各縣及早動用資源，降低損害，避免乾旱進一步演變成為全面性嘅經濟危機。俄勒岡州麻疹疫情持續升溫，4個月內已經累計咗11宗確診，多數集中於未接種疫苗嘅人群。而日前，波特蘭一急診室又爆發麻疹暴露風險，引發擴散危機。專家警告，本輪嘅爆發恐怕會變成數十年來最嚴重嘅一波麻疹疫情。麻疹曾經喺2000年喺美國被視為基本消除，但係隨住近年嚟疫苗嘅接種率下降，疫情再次抬頭。而麻疹係屬於高度傳染疾病，可經由空氣傳播並喺環境中停留數小時，未具免疫能力嘅人士感染風險極高。症狀初期包括發燒、咳嗽、流鼻水，並隨後發現全身紅疹，嚴重嘅時候可以引發肺炎，甚至危及健康。目前喺州內嘅污水監測系統亦喺多地發現病毒嘅蹤跡，實際傳播嘅範圍可能高於通報嘅數字。隨住夏季旅遊同埋人群活動增加，專家呼籲民眾應該盡早接種疫苗，以降低疫情嘅擴散風險。以上就係本週嘅重點新聞，佢哋嘅詳細內容可以喺波特蘭新聞嘅網站、Facebook、微信公眾號，又或者手機應用程式上面睇到，亦可以請到我哋波特蘭中文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上面收睇都得。本週嘅波特蘭中文電視就到呢度結束啦，多謝你嘅收睇，下週同一時間再見。